今日1分鐘介紹講 Longines Flagship Heritage 軍旗復刻系列。Flagship 有68年歷史，係 Longines 歷史最悠久嘅系列之一。Flagship 指記係以前海軍艦隊總司令寄船隻，因為通常佢哋都會掛一支軍旗方便旁人辨認，所以系列其一個特徵就係標底記 18K 帆船金章。而 Flagship Heritage 當然亦有，上面刻咗一艘卡拉維爾帆船，呢款船大有來頭。佢盛行喺15世紀記葡萄牙同西班牙，甚至航海家哥倫布去美洲探險記時候都有用上佢。而金章記製作亦極具誠意，用藍色珐琅人手上色，相當考功夫。Flagship Heritage 喺功能上就有兩款，一款係日旗視窗，一款係 Moonface。我手上呢隻就係 Moonface 版，標帶就用上鱷魚皮帶，搭載 L899 自動上鏈機械機身，動力儲存72個鐘，放低一個週末，星期一都可以繼續用。想睇更多新表資訊，可以留意我哋東方錶行記新內容。1分鐘時間到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